閒聊之王。最近宮崎駿有啲嬲嬲豬，係咩？點解？唔好提啦。今集我哋估下 AI 吉卜力風格嘅港產片，好多都好過癮，睇下大家認唔認得出。即刻開始。提示係90年代嘅港產片，呢套戲應該多數人都睇過。開估，答案係算死草。真係幾得意喎！呢套戲個男主角係長頭髮，但唔係女人嚟。開估，答案係古惑仔。除咗個紋身，其他都似喎。呢題有啲難。咁有冇提示？套戲喺香港同日本都好受歡迎。開估，答案係九龍城寨之圍城。原來係信一同四仔。提示係我都未上車。開估，答案係逃學威龍。張家輝做主角，同黎明有關。我都睇過，但唔記得戲名。開估，答案係中華賭俠。睇張圖都有聲。呢題太易，冇提示。係咪玉蒲團？錯。開估，答案係重慶森林。呢題有啲難。係咪王家衛嘅電影？張國榮做主角。咁你都睇得出。我估槍火。開估，答案係梁朝偉同張國榮嘅《春光乍泄》。呢出港產片好賣座嘅。開估，答案係破地獄。提示係冇提示。開估，答案係家有喜事。觀眾題，有頭緒可以留言估下。第3條超難，睇下有冇人估得中。提示係同丁力有關。開估，答案係賭俠2之上海灘賭聖。呢題太易，冇提示。開估，答案係無間道。咁俾題難啲你估。呢出戲好多大明星嘅。開估，答案係東邪西毒。呢題太易，冇提示。我覺得好得意。開估，答案係唐伯虎點秋香。真係好宮崎駿。觀眾題，呢題話難唔難，話易唔易，冇頭緒可以唔留言估下。80年代嘅港產片，套戲係劉德華做主角。開估，答案係天若有情。呢套我仲以為係90年代添。套戲個主角係4大天王其中之一。開估，答案係少年賭神。呢套戲都幾經典。開估，答案係花樣年華。觀眾題，呢幾個其實唔難，冇頭緒可以留言估下。我諗呢題唔會冇人識啩。開估，答案係國產007。提示係李連杰做主角嘅。係咪方世玉？唔係。開估，答案係黃飛鴻。呢個係黃子華嚟嘅。我估棟篤笑。估港產片喎。開估，答案係毒舌大狀。提示係同黃霑有關。開估，答案係賭聖。個答案好似係賭俠喎。係咩？唔係啩？娘子出嚟睇耶穌。開估，答案係《西遊記之月光寶盒》。個答案好似係《西遊記之仙女奇緣》喎。你唔好話《西遊記之綠野仙蹤》。觀眾題，呢兩題超易，冇頭緒可以唔留言估下。80年代嘅港產片。開估，答案係僵屍先生。冇提示。係咪叮當大雄個老豆？錯。開估，呢張圖上網就成日見，原來係出自《5億探長雷洛傳》。觀眾題，呢5個應該最少認到3個，有頭緒可以留言估下。呢題超難，估到堅係勁。
開估，答案係《阿飛正傳》。其實唔難。呢個女仔成日探柯南嘅。開估，答案係飯氣攻心。我覺得似迪士尼風格多啲喎。提示係港產片嚟嘅。開估，答案係太極張三豐。張圖同逝去嘅感情有關嘅。開估，答案係賭俠。觀眾題，呢題話難唔難，話易唔易，冇頭緒可以唔留言估下。覺得好睇記得點讚訂閱，同埋分享俾親戚朋友睇。下集見。